哦，鲤鱼啊，好美的鲤鱼哦。那个中国大陆贵州那个有沙漠的下面，发现好大的洞穴，哦，60公尺深，再下去，水很清澈哦，千万年说没有人碰过。东森新闻关键时刻节目有播出来哦，中华民国106年，公元2016年5月23号晚上播出来的。哎，看到乌龟了，近鲤鱼哈。哦，那个湖水一直潜下去100公尺，再下去还要很深呢。哦，潜水的都不敢再潜了，怕有那不明的生物。在中国大陆贵州哦，上面有沙漠，下面你竟然有千万年没有碰过的湖水，竟然有湖泊，下面有清澈的水。